各位 Tech Matrix 嘅朋友，今次嘅消息絕對係震撼金融科技圈。美國嘅銀行巨頭正式宣布，佢嘅區塊鏈市場即將推出私人公司股份嘅代幣化全託憑證。簡單講，以前你要投資一間未上市嘅私人公司，手續繁複，門檻極高。但現在呢間銀行巨頭就用區塊鏈技術，將這些股份變成一個個可以輕鬆交易嘅數字代幣。想象一下，你以後投資頂級科技公司，就好似買一個加密貨幣一樣方便。華爾街對代幣化資產嘅擁抱已經進入一個全新階段，唔再只係講概念，而係真真正正將傳統金融嘅核心產品搬到區塊鏈上。這一步唔單止係技術升級，更係對整個資本市場運作模式嘅一次革命性挑戰。未來嘅股權交易可能會變得同今日嘅加密貨幣交易一樣快捷、透明、全球化。